哈利而家咧就喺清邁Alliance Tolomoon嘅一房單位，呢個咧係當日流花嘅時候咧，我哋嚟拍示範單位咧，好推介嘅一個戶型嚟嘅。咁而家咧我喺5樓嘅位置就係慈景嘅位置啦。咁話真係心曠神怡啦。咁當時哈利好推介呢個房型咧，就係因為佢一房咧其實佢都有30幾平方，所以始終都係闊落嘅。廳就夠闊啦。雖然係開放式廚房，但係佢間隔分明，又有一個 island 嘅設計，咁我覺得呢啲咧都係好適合旅居啊或者小家庭居住啦。玄關個位置，佢而家又已經係預設咗鞋櫃啦，咁所以已經有基本嘅儲納空間，但係又唔會去到太過逼傑。始終其中一個賣點量就係佢今次洗手間嘅用料咧係用得好精良嘅。睡房標準嘅3邊落地嘅房間啦，特別欣賞就係佢哋標煙，因為呢啲咧係由發展商提供嘅，大省卻位置，但係增加咗好大嘅儲納空間，值得一讚。另外呢一隻嘅48平方嘅兩房咧，當時哈利都有好高嘅推介㗎。咁事實係48平方，如果喺曼谷可能都係一個 one bed plus 或者細嘅兩房，但係呢一個咧就係已經係一個2房2廁嘅單位啦，好闊落嘅廳，冇錯，客廳係真係略為窄咗啲嘅，咁你可以透過改動一啲嘅家私，令佢變為闊敞啲啦。但房間就好吸引啦，主人房。好闊嘅床，呢度有足夠嘅活動空間，漂亮嘅浴室，特別中意咧就係佢哋識得將另外一間房咧設立咗2張單人床，尤其如果你係可能係做一啲短租用途嘅，咁有啲租客咧就真係咁樣會更加適合同埋更加靈活出租啦。